你卡住嘅可能唔係思緒，而係靈魂喺引領你去新方向。你有冇試過覺得自己好似被困住咗，思緒變得好亂，以前熱愛嘅事物冇晒光彩，無論點努力，條路都仲係好模糊。你開始懷疑自己，甚至怪自己點解突破唔到呢個困境。但其實可能問題唔喺你身上，而係你靈魂想同你講，係時候轉變方向啦。當熟悉嘅路行唔落去，可能係宇宙要你轉彎。有時我哋太執着於原本嘅計劃，忽略咗內心真正嘅變化。曾經覺得啱嘅路，可能只適合過去嘅你，但唔一定適合依家嘅靈魂。當你感到停滯唔前，未必係挫敗，而可能係宇宙溫柔提醒你，你已經準備好去更高嘅層次，去迎接新方向。內心迷惘，可能係轉變嘅契機。當你覺得點做都唔啱，唔好急住推自己向前，試下停一停，問下自己，其實我內心真正想要嘅係咩？可能你會發現，困住你嘅並唔係現實，而係你靈魂一直喺低聲細語。呢條路已經唔再適合你，我哋應該行另一條，允許自己改變，宇宙會為你打開新門。改變唔可怕，真正痛苦嘅係強迫自己留喺一個已經唔適合你嘅地方。當你選擇聆聽靈魂，當你願意去探索新嘅可能，宇宙自然會用最奇妙嘅方式為你帶來機遇。所以當你覺得卡住，請唔好驚，可能你並唔係迷失咗方向，而係靈魂正喺幫你種繪地圖，帶你去一個更廣闊嘅世界。Mystic Moon, awaken your inner light.